骄兵，不靠武德。义渠人靠的是心情、勇猛，因为他们守护的是自己的丈夫、养犬和妻儿。义渠的兄弟们，这里就是你们10几年前和秦军一起攻占下来的咸阳城，也是你们日日夜夜守卫的宣誓殿。这是你们自己的山河，自己的家园。是什么让你们大开杀戒、兵戎相见？放下手里的武器吧。白起啊，你原来不过就是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狼孩，如今你也能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了。黑九，你老娘的病好些了吗？我记得他上次重病，还是宫里给他派去的御医。长吉，你娶的可是秦人的姑娘。我记得前不久他刚为你生下一对双胞胎的儿子。陆喜，你前几日不是还让我到城里给你托人提亲吗？吴三，收复东湖的时候，你曾与我秦军的副将一起结拜为兄弟，那些出生入死的话都是一句空话吗？白杨将军，上次伐齐攻打临淄的时候，你身负了重伤，是秦军的将士把你从刀林剑雨中抢了出来，还了你性命，还用你胡大？你还记得咸阳城中的干娘吗？她常常为你缝补浆洗衣裳，给你酿酒炖肉吃，她可是秦人呐！我杀了你们！都捡起来！捡起来！捡起来！白起，你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狼崽子。大王，放手吧，眼下放手还来得及。秦人和义渠人没有半点的仇恨，仇不仇恨先放一边儿。你不是秦国的常胜将军吗？还没与我交过手的，来吧！大王与白起有恩，白起不能与大王交手。动手！动手啊！大王，放手吧。给我闪开！
你们都给我闪开！义渠君见了太后，还不跪拜？本王跪天、跪地，不跪女人。你举兵谋反，大逆不道，赶紧投降，束手就擒。本王只知如何死，不知如何降。芈月说过要取我性命，来拿吧！大胆狂徒！
什么要应酬？为什么不肯退让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群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我来拿你的性命？月儿，你说过你要取我性命。我的爸。犯上作乱，藐视秦法，罪不可赦。但最终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。大王念其功勋，宽恕义渠君之罪，下旨以君王葬，后续其部族家人。大王仁义厚德，我等心悦诚服。大王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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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！大王万岁！义渠王死后，大秦完成了对义渠的兼并，不但得到了无尽良马骑兵，而且从此东晋出征再无后顾之忧。大王，母后怎么样？太后把自己锁在里面，叫他也不肯应声。大王，已经一日一宿了，太后水米未进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各位大人，还是请回吧。自太后回到交房殿后，闭门不纳外人，就连小的跟香儿、慧儿都进不去了。
后，公子府和公子柱来给您请安了。太后祖母，柱儿给你请安了。母后，福儿给您请安了。太后明白你们的心意了，两位公子请回吧。公子福，您年长。母后，父母之所爱，宜爱之；父母之所敬，宜敬之。母亲有所忧戚，福儿忧戚，福儿不可起来。等祖母太后开了门，柱儿便会起来。太后，香儿给您跪下了。就算太后不心疼自己，也心疼一下两位公子吧。太后，慧儿也给您跪下了，求您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，别再委屈自己了。太后，小的母亲给您跪下了，已经是第3日了，您就开开门，喝一口汤水吧。为太后问诊，怎么到此刻还没有消息？太后这次病得很重，只怕太医令也很棘手。唉，她不能学普通妇人那样痛哭长嚎，就只能折磨自己的心神了。让母后受苦了。姐，母后。继儿为何伤心？继儿，对不起母后，让母后伤心了。母亲是伤心，但母亲伤心是早晚的事情，与继儿无干。儿臣愿意为您做任何的事情，儿臣是宁愿死，也不愿意为饶了母后。
让母后伤心。可儿臣不仅是母亲的儿子，更是嬴氏的子孙。嬴氏宗庙列祖列宗在上，大秦千万臣民在下。我如果不是一国之君的话，儿臣一定可以顺从母后的心思。继儿说的对，若母亲不是这个太后，便可既不委屈他人，也不委屈自己。母后，这些日子，儿臣常常想起我们在燕国时的情景。燕国，对，那个时候虽然艰苦无比，常常想早日逃离困境，可如今想起来，也就是在那时，母亲与孩儿最为亲近无间，同甘共苦，那也是儿臣一生中与母亲最为贴心的日子。大王，荣舅舅、冉舅舅，二位舅舅，可听说过那和氏璧？大王怎么会想起那和氏璧来了？臣听说赵国新君花重金把它买了下来。是啊，知道他在哪儿就好办了。寡人想把他请到秦国来。大王是想用他讨太后的欢心？这半年多来，母后内心郁结，病痛不断。寡人想，若是能把这宝玉请到秦国来，或许可以博母后一笑。大王若为了和氏璧讨伐赵国，理由不够充分，这样会被列国所诟病的。不，寡人打算和和气气的与他们商量。如何商量？寡人马上就派人去跟赵王说，我打算把这个和氏璧献于母后，请他们把和氏璧送到咸阳来。秦国愿以15座城交换。15城？对，15城。二位舅舅意下如何呀？大王，你想要尽孝心是好事，可是那赵国会不会把和氏璧送来，很难说呀。15座城池，他还会嫌少吗？秦强赵弱，何况大王愿以15城交换和氏璧，可见心诚。若赵国真的拒绝了，倒着实给了我们一个伐赵的好借口。冉舅舅言之有理。赵国使臣蔺相如送和氏璧入秦宫。太后听说了吗？赵国使臣已将和氏璧送入秦宫了。大王定是费了不少周折，才把宝玉请到了咸阳。大王孝顺，为博太后欢心，答应用15城与赵国交换宝玉。15城？是15城啊！那是多少将士的性命，是大秦几代君王的心血。不行，此事太荒唐。大王让人通报说，等到和氏璧送到宣示殿，就立刻呈于太后。去告诉大王，此玉过于金贵，我承受不起，不必送来了。是。太后得知大王要用15座城池换那和氏璧而发了脾气。我做此事，本意就是想让母后高兴。
可这岂不是事与愿违，弄巧成拙了吗？大王不必心烦，此事好办。既然那和氏璧已经到了秦宫，还怕它生出翅膀吗？雍大人的意思是，大王治人治孝。既然赵国使臣已将和氏璧送到了我秦宫，片刻后，大王便可着人将它呈给太后。至于那15个城池，不给赵国也罢。雍大人此言有理，大王的初衷是要用那宝玉博太后一笑。不错，大王的目的即将达成，又何必再破费那15座城池呢？可那赵国使臣怎肯答应？不必理睬那赵国使臣，大王只管禀报太后，就说赵国有心与我秦国交好，那宝玉是赵王无偿孝敬太后的一点心意。那就照雍大人和国相的话去做吧。太后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适才雍大人还生怕是假的，让人细细的检查过，看有无机关。张子曾被真假和氏璧所害，他求先惠文王准许，若有一日得到真的和氏璧，让先惠文王赐给他，他要将此玉砸碎。幸好张子不在了，这么好的宝贝，砸了多可惜呀！若有人要砸了这和氏璧，蔺相如还不与他以死相拼？这蔺相如是何人？宦官令妙贤的一个门客。这等贵重宝物，这赵国怎会随意差遣一普通门客出使？太后不可小觑了这蔺相如，他这个门客大有来头，在赵国被奉为圣贤。哦，宦官令妙贤曾在赵国犯下大罪，思忖自己与燕王有些交情，打算逃奔燕国。蔺相如阻拦他说：“万万不可！据于赵强燕弱，你受赵王恩宠，燕王自然一直与你交好。但如今你负罪逃往燕国，燕王忌惮赵王，不仅不会留你，还会用囚车将你送回赵国。”那后来呢？苗贤照着蔺相如的主意，袒胸露臂，当着赵王的面，在刀斧之下引颈求死。赵王不由得恻隐，果然就赦免了他的罪。这蔺相如果然颇有谋略。那他有何权利答应将和氏璧白白送到秦国呢？宝玉已经进了咸阳宫，答不答应由不得他。祖母太后，珠儿过来。珠儿，是祖母啊，还是太后啊？是珠儿的祖母，也是珠儿的太后。这是什么？珠儿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是块石头。是块好看的石头。珠儿不得鲁莽。你们看看，众人心中的千古奇宝，在孩子眼里不过是块好看的石头罢了。这和氏璧周正晶莹，如有一日用来制成天子玉玺，倒是合适的很。啊！太后，前头大王派人过来，要把玉璧拿回去。为什么？赵国使臣说，玉璧上有瑕疵，要指点给大王看。怎么会呢？或许是有道理。记得太后当年发现那块假和氏璧，就是因为它过于白玉无瑕。夏儿说得对，
所以啊，大王让小的拿回玉璧，让那个赵国使臣指给他看瑕疵到底在哪儿。慧儿，把那和氏璧给木心拿去吧。是。待大王看完了，小的呀再给太后拿回来。不必了。太后，我已经领略了和氏璧的真面目，拿得回拿不回都无妨。是。木心，小的在。你在前面把眼睛放亮点。这几日为了和氏璧，说不定大王要辛苦一阵。你若听说大王要杀那蔺相如，就想办法挡上一刀，速来报我。是。请令公子指点这和氏璧的瑕疵。大王，众所周知，秦强赵弱。当初听闻大王想以15诚意换得宝玉，赵国上下皆以大王的诚意，回赵王坚信秦国乃诸国之首，必为独守信用之典范，而大王更绝非食言而肥之人。因此，赵王沐浴斋戒，设9宾之仪典，这才将宝玉与国书交付于微臣。今臣面呈宝玉于大王，大王对我只字不提15诚之事，而把宝玉置于后宫任人把玩，臣不得不担忧，秦国是想以15诚之空名来骗取和氏璧。令公子，你此言荒唐。15诚何在？15座诚意的交割，并非一朝一日之事。令公子，你何必心急呢？蔺相如受命于赵王，不见城池，不可将宝玉交出。你是说寡人会骗你？大王，你若再上前一步，强行夺取宝玉，外臣只好玉碎诸臣，同宝玉同归于尽。你好，好，寡人即刻就将15座城池指给你看。你看这儿，就是这儿，上郡的15座城池。即便如此，大王若真对着宝玉有所诚意，更应礼仪相待。怎样才叫礼仪相待？沐浴更衣，斋戒5日，重新迎宝玉进宫。好，寡人就依你说的办。还赵国使臣蔺相如觐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和氏璧何在？大王，赵国遵守约定，先送和氏璧入秦，但大王毫无诚意，因此臣5日前悄悄令人持和氏璧离开咸阳，今日应当已到了赵国。大王，秦强赵弱，大王若真想以15诚换取和氏璧，那就请先交出15诚，
赵国断不敢毁约。臣自知欺君之罪当诛，臣自请就祸鼎烹煮，以解大王心头之恨。蔺相如，你当真以为寡人不敢杀你是吗？来人，去祸鼎圣殿，诛了这个大胆狂徒！蔺相如，你算计了寡人，也算计了你自己的性命。臣好久未曾热汤沐浴了，谢秦王恩赐沐浴。好，寡人成全你，伺候蔺公子沐浴。太后到！等等，母后，儿臣惭愧，惊动了母后。听说今日宣誓殿热闹得很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外臣蔺相如拜见秦国太后。相貌堂堂，正气凛然，真国士也。看到了你，我就像看到了当日的张仪。张子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喜。臣怎敢与张子相比？大王，今日纵然杀了蔺公子，也不能夺回和氏璧，反而令秦赵失和。此人有勇有谋，人才难得。我想请大王赦免于他。既是母后的吩咐，寡人自当遵命。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，还能见到如此人才，实在是不胜欣喜。秦国求贤若渴，蔺公子这样的人才，如若留在秦国，定会受到大王的重用。太后，臣亦粗陋之人，能得太后国士之誉，实是三生有幸。只是赵王提拔相如于韩魏之时，臣不敢有负赵王。臣奉赵王之命出使秦国，当全始全终。还请太后、大王赦我回赵国，当不胜感激。可惜啊，可惜！大王，你要好生礼遇蔺公子，务必要令天下之士知道我秦国求才之心。是，儿臣遵旨。母后，那赵国使臣今日启程了。是。大王衣冠礼乐，优渥款待蔺相如，赵国这次很有面子。儿臣在猜测，那和氏璧或许还是假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母后是我朝唯一能判定和氏璧真假之人。寡人曾以为，即便是用15座城池能换得和氏璧，他若能博得母后片刻的欢心，那也是值得的。可和氏璧到手之后，母后对他似乎根本就不在意。在母后眼里，那和氏璧早已是我大秦囊中之物。
只不过在赵国手中多放几年罢了，何必在意？儿臣知道，在母后的心里，只有江山社稷。但儿臣还想知道，在母后的心中，除了江山社稷之外，可还有其他的东西？自然有。母后孤苦飘零，无援无助之时，想要的是一碗热汤，一间遮风避雨的小屋，和一双能与我互相扶持的手，绝不是一块和氏璧。财宝皆身外之物，能慰藉母后的，都与财宝无干。母后，太后，母后，姐姐。你们来了。蜀中魏郡守李冰报功，说他修建的都江堰，使得这几年蜀中成了粮仓。这几年征战频频，军粮有很大一部分出自蜀中。李冰修成都江堰，功在千秋。还有一事，母后可能已经听说了：白起讨伐楚国，摧枯拉朽，攻占了郢都。这几日已经兵至境陵了。臣弟得到确切的消息，当我亲军攻占下楚国郢都之后，屈子深感无力回天，决意以死明志，怀石投汨罗江，自尽了。屈子，他去了。这是屈子辞世前写下的哀影辞赋，臣弟托人抄录，从楚国带回。如今楚国迁都陈城，楚王决定重振朝纲，拜黄歇为令尹，大小诸事均由黄歇主持，赐淮北地12县，封为春申君。皇天之不纯命兮，和百姓之真切。民离散而相视兮，方仲春而动迁。取故乡而救远兮，尊江夏以流亡。楚国灭亡，乃是注定。姐姐不必为此事挂心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辈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你说的就是他们。是太后，这些孩子人品相貌都是一等一的，是雍大人专门为公子助精心挑选来的陪读。难为雍大人了。拜见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过来。拜见太后。把头抬起来。你
叫魏丑夫。丑夫，长得这么俊俏，怎么会叫丑夫？是因丑年生人，故名丑夫。原来如此。把这孩子留在交房店，为我读书吧。是，雍大人送去的那些人如何？禀报大王，太后把魏丑夫留在交房殿陪读了。那日雍大人把魏丑夫送进宫来，寡人一见，吓了一跳，简直就是当年的黄歇脱身转世啊！可不是嘛，这老奴见了呀，这心里也是砰砰的，想着世间还竟有这般缘分。如此，寡人的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呀。太后是百年不遇的慈母，大王是千古少见的孝子啊！哀哀父母，生我娶老，母后一生艰辛，寡人为她做什么都不为过，更何况雍大人想在了寡人的前头。这是春申君从楚国托人带来的书信，你念念。惠书奉羲，情意拳拳。记得当年离开咸阳，与太后曾有礼法之争。如今楚国为相，日日图强变革，反省当日言辞，才知有不妥之处。天命有规，循礼者亡，变法者强。为政者应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治理。尽监本，尊爵必赏，有罪必罚，法令必行。内不思贵宠，外不偏疏远，是以令行而禁止，法出而兼息。楚国的桃子又熟了，百相见，是累了，只是桃林已久，不见家人回边。望太后善自理，知所盼望。太后，太后，昨日大王新送来一般乐语，你们听过，觉得好吗？大王一片孝心，自然是好的。子歇，你说呢？太后叫错微臣的名字了，微臣不是子歇，微臣是魏丑夫。我心里当然明白，你不是子歇。丑夫，这些乐女演奏的楚乐如何？楚乐乃太后家乡之乐，是集天地日月之精华，可谓金玉交辉，天籁之美。是啊，更色兮交鼓，箫钟兮瑶剧，那是真正的楚乐。可惜南居北止，到了这儿，貌似无益。
其位却变了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照猫画虎，就算有其形，也难有其魂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显得比寡人都要老了？大王春秋盛年，可我却不知不觉地老了许多。你一定是受苦了，头发都熬白了。大王，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为何丢下臣妾一个人？寡人一直在那边等你。在哪里？你知道的，那边。在哪里？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太后，你醒醒！太后，你醒醒！大王，大王在哪里？大王在宣誓殿呢。太后若有急事，奴婢使人去请大王来。不必了，我刚才在梦里梦到大王。难怪呢，太后做梦了。扶我起来。香儿、慧儿，你们跟了我几十年了。你们说，若有一日我先走了，或者你们先走了，我们到那边还会再相见吗？香儿以为会的吧。慧儿和香儿还打算到那边接着伺候太后呢。那就是说，人死后还有知觉，还能做他们想做的事情。定是这样，不然为何历代君王都带那么多生前欢喜的东西下葬，还要让很多奴婢之友和歌舞之友跟过去服侍他们呢？这么一想，我就放心了。生前楚国是回不去了，可到了那边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再回去看看。楚国很远呢。不怕，我们带上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还有车马，还有要带些服侍俑过去服侍，还得有兵马护卫才行。好像没有听说过兵马为俑。哎，太后回乡，没有兵马守护不行的。慧儿说的有道理。既然要有奴婢服侍、舞乐欣赏，那怎么能够没有兵马护卫呢？是啊，可是为何以前没有人带兵马随行呢？
以前没有，可如今有了，不就行了？义渠君，今日是你的忌日，我来看你。前些年，我把你的坟迁移到这骊山脚下，并将这座山改名为骊山，是你宅篱的篱。我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。我在这山脚下行修陵寝，从我开始，秦国的历代君王都将葬在这骊山之下。100年之后，我跟你会很久很久。这是楚人，红绿战袍，楚人风情。这个楚兵出自谁手？回太后，是他做的。太后，五官容貌倒是栩栩如生，只是魏公子看看，这个永人是不是有点毛病？望太后明示。你做的楚兵，却是秦兵的发饰。秦兵的发髻都是在正中的，但这楚兵发髻都是偏的。是，还不快谢太后赐教！谢太后赐教。18年，13岁的秦王嬴政登基。在他继位后的第26年，秦国统一整个中国，秦王嬴政称帝，史称秦始皇。来，走吧。啊，下一个。走吧。哦，你拿来看看。可以了。你，来，不接。明日这是怎么了？
如临大敌的。我们的。听说那楚王米怀跑了，眼下正满城搜捕他。哦，哼，走吧。这么多人，看不住一个楚国老头，让他在眼皮子底下溜走了。哼，一群废物。走，走吧。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你是？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不排队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老子是谁不知道吗？将军，今日大王有令，任何人出入咸阳城，都当接受盘查。这咸阳城就是老子带人拿下的，你们大王的王位也是我等拿性命换来的。你说，该查不该查？啊！将军，君命难违。闪开！将军，闪开！跟我来！是。闪开！敢挡老子的道！胡威将军，蒙将军，我等都是大秦命官，既然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就该按照大秦法度办事。一渠将士不在军营之内，就要遵守大秦律法，任何人不得违背。更何况，今日情况特殊，要缉拿要犯。我虎威已经出了大营，来到了咸阳城。蒙将军，你说这些废话什么意思？想打架呀？来呀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持械私斗，都不想活了？收起来！放行！进城！雍大人，那些义渠人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大秦法度，飞扬跋扈，出言无状。若不加以约束，任其放纵，只怕会被别人效仿，同恶相济。长此以往，这咸阳城内的治安将难以维持啊！宫中传来消息，说王后即将生产，大王情绪焦虑，太后呢又政务繁杂。这义渠人的事情也是棘手的，只好先往下压一压，等我择机再向太后禀报此事。继儿，怎么回事？不好，瑶儿早产，太医已经在里面了。王后还不到产期，怎么会突然早产？瑶儿听到了米怀出逃的消息，动了胎气。身边伺候的人呢？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后的？奴婢不敢。王后再使把劲儿，再去收点劲。王后吉人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生了！恭喜太后，恭喜大王，王后生了一个小公子。恭喜太后得了一个嫡孙，大王得了一个嫡子。大王太后，王后产后血流不止，恐有性命之忧，快进去，全力施救，务必要保住瑶儿的性命。去呀！王后怎么样了？王后她，快说呀！王后她不行了。瑶儿，继儿，大王，大王，产房不急，不能进去啊！继儿，母后。
大王不能啊！大王，别拦着他，太后，让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说说话。瑶儿，先生，雍大人和魏冉将军来了。快请他们进来。是。楚离子，楚离子，坐。楚离子，太后和大王听说你跪体前安，非常牵挂，特派我们俩前来探望，让大王和太后费心了。听说那楚王怀被抓回来了啊？是，在魏国边境上，那楚王怀穷途末路，先是到赵国，赵国不敢让他入境，后又到魏国，魏国也不肯接纳，随后就被魏冉将军的人马给追上了。这就是自作自受，破鼓万人锤呀！你等何苦要如丧考妣呀？啊！老夫心中着实是欣慰的很呐。想当初，老夫曾与太后打赌，10年为期，恢复先惠文王之基业。这10年期还未到，大秦之盛况已远超先王之时。哼，老夫就算是即刻撒手人寰，也可效为先人了。楚离子乃大秦智囊，一向料事如神，不知对我等还有何嘱托？老夫曾嘲笑太后狂妄，可眼下老夫是真想看到大秦一统天下的那一日。要说嘱托，有2件事可放不下。对外，秦国的对手不多了，只4个字：若楚灭齐。对内，我们都知道有个雍城是大秦的心头之患。那义渠君为大秦立下大功，但他不服秦国律法，自行其事，成为国中之国，迟早是要出大乱子的。但如今太后摄政，我们想动他很难呐。既然朝廷上下都以默认嬴福为我大秦嬴氏血统，那义渠君作为他的生父，就算继续留在宫中，恐怕也无人敢公开指手画脚。更何况大王与太后母子情深，如硬要大王动手，恐怕……老夫不是说让大王动手，是要提
防着有一日那义渠人先动手。楚离子的意思是，义渠人会反。那义渠人天性强悍，胆大妄为，近来又有愈演愈烈的苗头。大王已经承认了，早晚要亲政。待大王自掌权柄，号令天下之时，只怕那义渠人会变本加厉，不听调教，内乱回国。这大秦将有阴难。楚离子之嘱托事关重大，我等不得不未雨绸缪。楚离子的后事安排得如何了？都已安排妥当，以国相葬，后续家人。另外还有一事，楚离子已过世，但国相之位悬而未定，不知雍大人对相位是否有意？谢太后厚爱，但老臣老迈了，太后不如提携一个风华正茂的人才。雍大人心中可有人选？微臣看，魏冉将军文韬武略，智明勇功，最合适不过。举贤不避亲嘛。对了，太后是否听说楚王怀没了？何时的事情？自从将他捉回咸阳，米怀就一直是泱泱不乐。前几日突然不肯进食，太医院派人看过，说是肝郁气滞之症。昨日病故了。米怀昏聩，却恋故土，一心想回郢都去复位，就把他送回楚国吧。是。说起楚国，不知雍大人有何打算？当日我让白起和米荣在楚国撤兵，是因为楚国刚刚立了新君，上下一心，士气大振。伐楚久攻不下，拖延下去，大量将士滞留楚国，开销庞大，收获却甚微，得不偿失。所以我提出了改灭楚为弱楚。太后所言甚是，既然当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快速灭楚的机会，倒不如暂时退一步。楚离子临终前曾留下4个字，是弱楚灭齐。眼下楚国势微，其余5国中能与秦国抗衡的，只剩下齐国了。齐王向来贪暴不义，他刚刚灭了宋国，至交意满，招得诸国愤恨。燕国与齐国素有血仇，而秦国与燕国历来交好。派人去告诉孟嬴和燕昭王，就说我大秦愿意出面，联合燕赵魏韩，共同伐齐。是。这么多年，孟嬴和苏秦一直郎有情妾有意，当年未能成全他们2人，难免心里愧疚。灭齐是他们2人终身的夙愿。这次联合燕国讨伐齐国，先不要说对我大秦有何好处，我是该先还他们一个人情了。听说楚离子临终时，还有一事搁放不下。太后该知道是什么事。楚离子过虑了，亲情和时间是能化解一切的。那此次征讨齐国义渠的人马，让他们也加入，要一视同仁。公元前284年，
燕、秦、赵、韩、魏五国伐齐，连下齐国70余城，势如破竹。联军攻入临淄，齐王被杀。齐国除了莒和即墨2座孤城，国土尽丧。各位爱卿，齐国亡了。恭喜太后，恭喜大王！分这么点儿，哪够我们用的？就是。这次讨伐，朝廷论功行赏，该封的封，该赏的赏，唯独落下咱们一局。太后不是赏了我们金玉器吗？还有酒水、腌肉，还赏给咱们大王4座城池呢。就来了！你们2个小子，是不是在咸阳城娶了媳妇儿，成了家，这胳膊肘就往外拐，替秦人说话？看清楚点，这是咸阳城，义渠草原才是你们的家呢。这些年，咱们义渠多少兄弟都在这儿成了家，谁能分得那么清楚啊？老子就分得清楚，朝廷就赐这么点东西给咱们，打发他娘的要饭的呢！咱们这些年为大秦拿下了多少城池？且不说这次伐齐，上次攻打韩国、魏国，咱们义渠兵马可是立下了大功。哼！我看那魏然当了国相，摆起是大良造。嘿嘿，就连那没打过几次仗的芈戎都是华阳军，又封了个新城君。咱们有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？有个屁！对呀，卖命的时候想着我们，等到论功行赏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撂到最后。怎么我们的脑袋比别人的便宜啊？对，这太后待人有厚有薄啊，不公平！这他娘的是酒吗？都酸了，拿着麻将糊弄老子！娘的！将军，你消消气儿，我到咸阳城再给你弄点好酒好肉来啊！将军。哎，这不现成了吗？哎，站住！哎，将军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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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车！喂，停车！站住！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这是太后犒劳新成军手下将士的酒水和腌肉。什么新成军？不就是芈戎那小子吗？哎，你们不行，滚开！啊！将军不可！将军，让开！哎，好酒，这才是好酒呢！哥几个，哎，把这酒都弄咱们义渠大营去！快！将军不可！闪开！你爷爷撕巴了你！走！帮忙啊，将军！是，快走！把火拉走！哎，公开滋事，竟然强行夺取朝廷劳军的车马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！我看此事，你可以这么办：你去找芈戎将军，随他一起去宫里向大王禀报。芈戎将军？对呀，他们抢的不是太后犒劳给芈戎将军的酒水和腌肉吗？哎，您看看，多好啊！好啊！就这2张狼皮，别的没有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别走，你就拿这2张臭烘烘的狼皮来换我这锦缎，这不行啊！我这锦缎很贵的。贵什么贵？2张狼皮换1匹锦缎，在我们草原都是这么换的。哎，我说你个奸商，你要是敢耍滑头的话，打你啊！哎，别走！谁怕你啊？这是咸阳，不是你们义渠，这里可是讲秦法的地方，不给钱休想拿走我们的锦缎！哎，你个臭娘们儿！将军，
这俩人蛮横不讲理，咱不要了。这是咸阳城，以前早就破不讲理，这个看来不起。美丽，你别走！你把我锦缎弄破了！你分明是有意把我的锦缎弄破了！你赔我钱！赔我钱呢！你这奸商故意损坏锦缎，想讹诈我们！别看我们将军老实，就可真有你们讹诈，听见没有？不是，你别走！走啊！赔钱！不撒！撒不撒？不撒！不赔钱！赔钱！赔我的钱！赔我的锦缎！你们不是赔钱！还敢在关城门前出城赔钱呢你！撒手！你别走！别走！赔钱呐！赔钱！将军，别走！还敢再走，人就出事了！哎呦！走！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快起来呀！你没事吧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一群人杀人了！快点！是有人在杀人了！快！有人杀人了！别动！别动！大王有令，不管何人触犯秦法，一律依法严办。魏将军，走吧。上来！义渠君有事找寡人。不错。何事？我手下有几个将士，在街市上误伤了人，被廷尉抓走了。其中有个上将军叫虎威，你知道，他是我义渠的勇士，战功累累。我刚刚派人去接，廷尉不肯放人，说这都是你的吩咐。虎威等人违法乱纪，在秦国之内，任何人都要遵守秦法，就算是寡人身边的人，也不例外。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以往犯了过错，大营派去接人，只要交了赎金，便可无事。为何这次不放人？莫非你是故意为难我？若只是普通的惹是生非，自然交了赎金便可。可虎威在街市上强买强卖，商家不从便伤人致死，寡人只能依照大秦的法度行事。哼，好。我今日倒要听听，你如何行事啊？杀人偿命。偿命？一个街边的小贩，怎么可能让我义渠的勇士去为他抵命呢？不管任何人，都是我大秦的子民。寡人身为秦王，就要为他们做主。看来你是不肯放人了。不错。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大秦的律法。刚长毛的小狗崽子就要呲牙了，听好了，我是看在你母后的份上，我才对你容忍再三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寡人才是看在母后的份上，对你再三容忍。你可明白，这里是大秦，不是义渠，这里我说了才算。虎威触犯秦法，他是死定了。寡人即刻下旨，让廷尉府议罪。说了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是我让你做了这个秦王，你才能做这个秦王。如果我说个不字，你立刻就得从这个王位上给我滚下去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我乃嬴氏王族，继承祖业。岂是要你的允许？继承祖业，继承祖业，这才是天大的笑话！是我这个继父鼎力相助，才把你送上王位。如果没有我，你都不知道你祖宗是谁！放肆！我生父乃先惠文王，一个夷狄之辈，也敢自称为父？我与你母后拜过长生天，祭过祖宗，成过亲。你母后嫁我为父，我们自然是一家人。你这些年，我真的是有心把你当成家人，视为己出。可惜呀，你是个养不熟的畜生。既然你视我为外人，
我也不想与你亲近。你想从我们这个家里走出去，好，那就各立各的营帐吧。你的家，嫁你为妇，你疯了吗你？不信你去问问你母后啊！你。我们在楚国的谈报还说，芈衡听信晋上等人的谗言，不顾黄歇的劝阻，再一次流放了屈子。眼下，楚国已派使臣来到咸阳。母后，继儿，怎么了？你们都先退下吧。是。怎么了，继儿？母后，你和义渠君他……义渠君如何？您是父王的妃子，大秦的太后。可那个戎狄蛮子，他竟敢说你已经跟他拜过祖先，正式嫁他为妇。你这么着急赶过来，我还当是发生什么事了呢。坐下说吧。母后，先喝口水。母后，您说呀。我和义渠君的确举行过义渠的婚礼。可您是秦国的太后啊！我知道，世人眼中太后可以养男宠，却不可以再嫁人，所以我也没打算昭示天下。那你为什么非要与他正式婚嫁？因为那时我有了福儿。我不想让福儿做私生子，另外，我也想有个家。就是因为这个？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可他不这么想。那个戎狄蛮子因为你嫁给他，便把整个大秦也看作是他的囊中之物。不会，他不过是跟你说说气话罢了。母后，继儿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您这是因小失大。那依你看，什么是大，什么是小？母后，您不是普通的妇人，您是大秦的太后，您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。可母亲想要的东西，却是可望不可及。您说什么？可望不可及？您一直想要的，不就是天下？有一日，王儿定将整个天下亲手献于母后。看来，你的确是不明白。走，母亲带你去个地方。原来这个院子竟如此局促，可不是吗？转眼这都快20年了。这里面怎么会如此昏暗？粗鲁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母亲刚进秦宫时的家。后来母亲有了身孕，你父王就要母亲从这里搬出去了。这里这么局促狭小，怎好住人？我与你冉舅舅、葵婆婆，还有香儿、慧儿，我们就住在这儿。我们一无所有，却很温馨。秦宫里有的是宽屋大厦，
母后为何要住在这么僻静狭小的院落里呢？因为母亲并不想过宫里人的日子。我原本打算着，有朝一日要轻轻松松地出宫，做个无牵无挂的人。出宫？对母亲来讲，无论是清贫还是富贵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有一个疼自己、疼孩儿的夫君。难道父王不是母后的意中人？进了秦宫，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。但母亲的确是因为有了你，才决定留在这后宫当中的。那母后究竟属于何人？皇兄，皇叔父可是母后的情之所钟。你皇叔父，论情，子歇该是母亲终身的心上人。但母亲与他发之于情，止乎于理。如今，他只是母亲的至亲。可不管是谁，都不该是那个义渠君。母后为何会倾心于那个戎狄蛮子？义渠君是个好男人，有情有义，侠骨柔肠。错不在义渠君，那错在谁？难道错在母后？母亲也没错，错就错在母亲的身份。这身份让母亲想做一个普通女子而不能。继儿，这些你都懂吗？孩儿不懂。你没有经历过母亲的遭际，自然不会懂母亲。你若要责怪，就怪母亲做了太后，仍难舍一个普通女子的初衷。这初衷，对外人是小，对母亲是大。对外人是可有可无，可对母亲来讲，却是取暖的炭火。假如为了秦国的社稷，面对大秦的社稷，母亲仍然是个女人。即便母亲与那个戎狄论过婚嫁，天下人妻无数，可大秦只有您一个太后。孩儿是怕，倘若有一日为了秦国，母后不得不做取舍。不会，不会有那一日的。太后，义渠君来了。义渠君口干舌燥的，你们去给他温一壶酒吧。是。你午后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找不到。我带继儿去了会院。你躲我？你为何要对他说那番话？有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够了，何必故意去激他？对他说了又如何？他是秦王，得敢做敢当。哼，他不认我这个父亲倒也罢了，他竟然说他是因为继承祖业才做了这个秦王。这大秦天下与我这夷狄之辈根本无关。你们两人针锋相对，明明是一家人，却要搞得剑拔弩张，何必呢？他眼中早就没有你我了。他当上了秦王，他以为他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，颐指气使。好啊，既然他长大了，娶妻生子了，你我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。我们跟他分账吧。什么分账？分开过。按照草原的规矩，
孩子长大了，就要分给他牛马、财物跟人手，让他出去另立一个营帐。你我也不让他吃亏。嬴稷登基的时候，秦国有多少土地，就给他多少土地。你的意思是，从楚国，还有自韩、赵、魏等国取得的100余座城池，都不给继儿？那些城池都是你我及兄弟们打下来的，与这小儿何干？不可以分账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义渠君，这么多年，我们既是家人，又是君臣。论君臣，我和继儿，因为有你等臣子帮衬，才能共治天下，才有了今日大秦的强盛。论家人，我们如十指攥在一起，才能松萝共倚，同舟共济。若照你这么分账，就会变得不堪一击。这么多年，你和继儿虽有龃龉，但总算是相安无事，怎么能说分就分，说拆就拆了呢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总巴望着至亲骨肉都能聚在一块儿。月儿，你我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说你想怎样就怎样，我说过你吗？我管过你吗？可眼下不是我要分了这情分，是你儿子嬴稷先动了手，他容不下我，有一日他也会容不下福儿。在他的眼里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。你先让一步，我也会劝继儿让步。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，你也别太执拗了，就当是看在我的份上。恐怕这件事情你已经管不了了。你让我试试，好吗？那你就告诉他，马上放了我的人。义渠人在秦国以养庸成患，铲除他们是早晚要做的事。处理子过世之前，对此事也曾有过嘱托。不过，依老臣看，天地相应者，方能成事。眼下便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之局。何谓天时？何谓地利？何谓人和？当日诸公子之乱，诸国陈兵函谷关外，大秦危在旦夕。若太后不安抚住义渠人，则西北跟着大乱。所以必须对义渠人诸般忍让。如今我大秦如日中天，已经没有必要再忍让义渠人了。此乃天时也。本来义渠人是猛虎，若在草原天高地阔，我们已由他去了。但如今他们却执意要留在咸阳，并打算鸠占鹊巢，如此虎落平原，就由不得他了。此乃地利也。太后执政以来，坚持推行先惠文王的商君之法，可义渠人屡犯法令，败坏纲纪，闹得民怨沸腾，人人侧目。此时我们拿义渠人开刀，是人心所向，既符合太后推行商君之法的初衷，又可以让各郡县借此整肃风气，取得地方上的拥戴，此乃人和也。雍大人言之有理，只是义渠君于大秦有功，于太后有情，我等不好贸然先动手。但眼下的情形，他们会比我们着急，倒不如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好，那就照雍大人和国相的主意去办。这是我和香儿、慧儿他们给你做的冬衣，你拿回去试试，看看是否合适。谢太后恩宠。好啦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叫我姐姐即可。姐姐，
小冉能有今日，都是因为姐姐爱顾庇护。姐姐一个人势单力孤的，能做什么？还不是我们彼此扶持照应，才有了今日。所以姐姐心里最怕的是自己人与自己人过不去，骨肉自相残杀。大王虽然因为义渠君与太后心生嫌隙，但大王绝不会仅因个人好恶判定是非，一叶障目，而罔顾大秦的社稷天下。那就好。我们都亲眼目睹了那场诸公子之乱，姐姐有生之年，绝对不想让大秦再遭受这样的祸事。列国争雄，不进则退，如若在内部分裂，那才是心痛仇快。和江山社稷比起来，义渠人的事只是小事一桩，各自忍让一步，就可尽如人意。是。天色不早了，小冉先告辞了。好，义渠君。慧儿，你去看看今日膳房准备了什么晚膳，有没有义渠君爱吃的炖羊肉？是。你这是做什么？魏冉又没有冒犯你。怎么没冒犯？虎威都被抓了3天了，为何还不放人？我已传旨，让廷尉府暂缓问罪。但虎威杀人证据确凿，总不能不问不审就放了吧？既然答应放人，还审什么？是不是你们还想再拖延点时间，找个借口杀了他？你可知这是为难之事？按照大秦律法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当日继儿的父王犯法，商君因为他是太子难以责罚，就割了太子父的鼻子。如今虎威杀人，我若轻而易举放过，那世人便会以为秦国执法因人而异，那这法度哪里还能让人信服？哪里还能威慑众人？怎么，你还想割了我的鼻子？你这是蛮横无理。既然真的有人犯法，那就要有所处罚，不然会乱了人心。那是你们大秦的法，管不到我们义渠人。义渠人也是大秦的百姓。我们义渠人高兴做大秦的百姓就做，不高兴了就不做。义渠君，这边请。义渠君，就是这件。把门打开。这……打开。是。打开。是。请。大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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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，兄弟们在这儿度日如年呐，你怎么今日才来接我们出去啊？大王，你看到没？他们把我们当牛马般锁着，他们就没把我们义渠人当人看，关在这里头没酒没肉的。大王，快带我们走吧！本王知道，兄弟们在这儿受苦了。太后说了，很快就会把你们放了。只是眼下怎的？眼下兄弟们还要在这儿
几日。好，嘿，既然我等给大王惹了麻烦，那就听大王的，再住几日。啊，住几日。住几日，为了大王，我们再忍忍。住几日，不就受点委屈吗？住几日，住几日，住几日，住几日。你给我进来！义渠君有何吩咐？把我兄弟们身上的链子立刻摘下来。这，按照大秦刑法，他们犯的可是重罪，万万不可。少说废话！我让你卸了！本官无权擅自做主，这必须得请示了蒙敖将军，方可行事。你信不信？义渠君，这个虎威将军犯的可是死罪，朝廷若是追责起来，本官实在难以担当。大秦朝廷管不到我们义渠人。对，义渠君，你吃的也是大秦朝廷的俸禄啊！那从今日开始，这俸禄本王不吃了。你竟敢杀廷尉！义渠君，你要谋反！别杀我！你也不想活了吧？小的照您的话去做便是了。看。大王，解开！眼下我们该如何？走，往回大营。走。太后，昨日若非白起将军带人及时赶到，两方早已火并。眼下，王军已将义渠大营团团围住，如不妥善处置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太后，义渠人在咸阳如此胡作非为，已经触及秦法根基。若太后再念及义渠人的功劳，不忍责罚，使得纲纪废弛，只怕秦国没有来日了。义渠君刺伤廷尉劫狱固然犯法，但臣以为此事不可就事论事。处置义渠君将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需谨慎小心。此事看似突然，实则必然。义渠人尾大不掉，这样的事情迟早发生。太后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啊！雍大人所言甚是，但微臣担心的是，如今列国争雄，我大秦内部理应齐心协力，万不能自我瓦解，发生内讧。好了，此事我心里有数。可眼下就在咸阳郊外，秦军和义渠军剑拔弩张，该如何解局？以微臣看，以3日为限，要义渠人交出虎威。若他们识时务肯交出来，而后再议其他。也只好如此了。白将军，此事由你去办，你是两军之中最合适的人选。臣遵旨。想让我交出虎威，想都别想！大王，你应该知道太后对义渠人的爱顾。虎威这个案子本来还有转圜的机会，可是大王一时兴起，伤人劫狱，反而让彼此进退失据。哼！大王若能在3日之内交出虎威，也许还好重新审议。人是我伤的，玉是我劫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让他们来找我。大王，太后让我告诉你，这已经不是你和太后两人之事，是义渠人和秦人是否还能和睦相处之大事。大王可以去外面看看，上万的人马已经围困了义渠的营帐。大王，你这是要用义渠人和秦人的性命作为赌注吗？义渠人宁可自己死，也不卖兄弟。我是绝对不会把虎威交给你们的。如果你们想打，别啰嗦。你这不是只顾虎威一己之身，却陷义渠于谋反之罪吗？反就反了，我怕过谁呀？大王。大王，虎威再敬你一碗，谢你带兄弟们生死手足。
虎威啊，哎，这些年，兄弟们跟我鞍前马后，始终不二，是我对你们照顾的不够。哎，大王，你把命都给兄弟们了，还要如何？哎，我的命本来就是兄弟们给的。哎，你还记得那年吗？我义渠国与东湖开战，我义渠勇士遭了埋伏，数万人战死在沙丘之中。是你，是你，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。靠着喝狼血、吃马肉，几十天才回到义渠老营啊！啊！但是大王你命大。我们义渠人的命是什么？战死为吉利，病终为不祥。能跟兄弟们生在一起，死在一起。知足了。来。眼下，虎威给大王和义渠人招致了麻烦，导致秦人对咱们不依不饶的。既然都是虎威的错，那就请大王不必再为虎威担干系了。屁话！你惹了麻烦，我也惹了麻烦，这叫锅底不咸灶黑。你我是龙头跟缰绳，谁都离不开谁。再多说都是屁话。哎，可是秦人兵马把咱们义渠大营围的是密不透风啊！让他们围吧，我们在这儿喝酒吃肉，怕什么？有朝一日，兄弟们待烦了，就带你们杀出去。天高云阔，去哪儿不都得由着咱们？对，但是那太后，她是我的女人，她会跟着我走。那个女人身子跟着大王，心却跟着秦人。我跟她有过誓言，她不会对义渠人怎么样的。大王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吴至死都不肯让大王跟那个太后成婚。看是虎威也不明白，他为何说若是大王娶了那个女人，义渠将要大祸临头了。如今看来，老吴的话灵验了。大王，大王，既然你我是兄弟，我就不应该成为你的累赘，成为义渠人的累赘。将军，今日3日限期已到，义渠那边若根本不予理睬太后的旨意，我等该如何是好？先礼后兵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将军，有人出来了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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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将军，
将军，护卫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护卫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不能去啊！回去！将军，不能去啊！将军，你不能去啊！将军，走！将军，将军，回去！走，准备迎战！秦国小儿，为我一曲大营多日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拿你虎威爷爷吗？今日，爷爷在此，来拿吧！将军，会不会有诈？拿下！是。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想拿你虎威爷爷吗？也不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！大王，虎威先走一步了。将军！将军！将军！虎威自刎，出乎意料。虎威死了，倒也解了一个难题。明日可通告天下，就说虎威受秦法感召，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。我们也可将蒙敖将军的兵马撤回来，免得进退两难。可是虎威和义渠君关系迥殊，我只怕他那里，难办。升天在上，兄弟，我知道你是为我而死的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为我白死。我的兄弟，
已经在日落前撤走了。他们趁虚如愿了，害死我的好兄弟。大王，只怕胡威不顾一己之身，也是为了成全大王和义渠啊。胡威忠心，他一心只为了我着想，从此我活着，便欠他一条命。事已至此，大王放手吧。我不会放过他们的，不是他们苦苦相逼，胡威不会死。大王，我愿禀报太后，大王愿意带着部下回到草原。大王是草原上高飞的雄鹰，太后是盘踞在咸阳宫中的凤凰。你离不开草原，她也离不开咸阳。大王，既然大王已经统一了草原，义渠人已经有了远胜于过去的富饶的土地和坚固的城池，咸阳不值得再留恋了，义渠人该回家了。不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这里的一切都有我义渠人的一份儿，我为什么要回去？啊！大王是因为舍不得太后，她是我的女人。假若大王和太后已经走到了尽头，留在咸阳只是对两个人的戕害。你个狼崽子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已经是我们义渠人的异类。听好了，我与芈月是一家人，我们有孩子，整个江山是我们两个人的，谁也别想把我赶出咸阳。那秦王呢？你可替他想过吗？他既然不想与我是一家，那就散了，我不亏欠他。大王错了，我错了吗？大王错想了太后，错想了义渠在大秦的分量。我与芈月是夫妻，是否对错，用不着你告诉我。大王知晓的是太后，她是大王的妻子；大王不知晓的也是太后，她是大秦的太后。大王，不要再逼太后两者中选其一了，那是会逼死人的。太后，义渠君来了。义渠君，坐。义渠君，太后赐座了。本王不想坐。义渠早已归顺大秦，义渠君不可在太后面前再称王。你个阉人，本王面前也有你开口的份儿。木心是秦宫的大监，治宫整饬是他的分内之职，这是宣誓殿，不是交坊殿。义渠君，还是遵守礼法，好自为之吧。那你就让他出去。木心，在，这里不用你了，你出去候着吧。是。悔死了！你们还让他背上一个以死谢罪的名声，你们秦人好毒！虎卫触犯秦法，当街杀人，说他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，比不知悔改、畏罪自尽不好吗？我已经让朝廷送去了钱粮，派人去后续他的家人，
该是给足了他面子。面子？人都死了，还要什么面子啊？是他自己寻的短见。论杀人罪，他也是该死的，谁能害他？好，你是太后，你说话句句偏袒秦人，你心里哪还有我们义渠人？无论义渠还是秦人，说的都是个公语。义渠君，义气用事害人害己，伤人劫狱之事，朝廷还没有追究呢。本王不怕追究。你在追究本王之前，先把那2个龌龊的小人给本王抓起来。谁？蒙敖，还有雍瑞。为何抓他们？他们2个是害我虎威兄弟自尽的罪魁祸首。雍瑞策划3日的期限，蒙敖带兵围困我义渠大营，我要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我的兄弟。何必那么多周折？是我准许的3日期限，是我要蒙敖领兵包围义渠大营的，你来取我的人头吧。你别逼我！义渠君，你该迷途知返了。义渠君，在这大殿上，你一直叫我义渠君，在你的心里，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男人。你从来没打算让我染指江山社稷。你我是宣誓殿外的夫妻，宣誓殿内的君臣，江山社稷，自然不可任人随意染指。胡伟说的没错，你这个女人，身子跟了我，心却跟着秦人。我能给你的，我都给你了。好，你若无心，我不强求，我与你之间各归各路吧。义渠君，你想怎样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不会对你怎样。但这大秦天下，是我帮你打下来的。我既然可以帮你打天下，我也能毁了这个天下。